弟兄姊妹平安。現在我哋紀念主耶穌基督受難聖餐崇拜開始。請大家肅敬靜默。請大家起立，請詩班入座。請李家忠牧師為此理禱告。我哋一齊嚟到去低頭禱告。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喺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你就差派咗你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世間上，為我哋嘅罪而受死。你嘅愛就喺呢度嚟到去向我哋顯明咗。天父，我哋要向你獻上滿心嘅感恩，因為喺萬民當中，你拯救咗我哋，讓我哋因着信罪得赦免，能夠享着永生嘅恩典，讓我哋能夠過着蒙福嘅生活。喺今晚，我哋一齊嚟到去紀念救主耶穌基督受難喺呢個聚會當中，讓我哋再次嚟到去重溫主你個愛為我哋嚟到去傾流。主啊，但願我哋喺呢個時候，我哋眾人嘅心都安靜喺你面前，我哋再次被你嘅愛嚟到去激勵，都再次提醒我哋活着係要為主而活。我哋將今晚呢個聚會嚟到去完全交託喺主你自己嘅恩手當中。求主你賜福俾領會嘅，賜福俾我哋詩班詩琴，賜福俾所有嘅侍奉人員，亦都賜福俾所有嘅參與聚會嘅弟兄姊妹，讓我哋喺當中，我哋唔單止去服侍，讓我哋都知道我哋服侍嘅意義。求主你親自掌管帶領，願今晚呢個聚會嚟到去榮耀主你自己嘅聖名，誠心交託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們。請我哋一齊嚟唱宣道詩39首十字架，十字架。
你打開羅馬書5章8節。羅馬書5章8節，我相信大家都會識背嘅。等你哋一齊背，請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多謝各位。可惜那年夜阑沉静，万物在幽暗中沉寂，因耶稣顺服天父之意，愿舍群生献出生命，孤单求助，归讨生命，门徒软弱不能尽心，为承受悲伤他心叹息，为负重罪他泪满襟，因尝苦悲
心里不禁充满惧怕。既然三次我失望，我要是他。彼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的头，天色变红，你深知我的一切软弱，但你转身看我，毫不责备，眼中的爱恋令我心碎。
平安。一年一度到紀念主受難嘅日子，我唔知對於我哋在座每一位，你有乜嘢嘅感受？今日企上嚟，我再望翻我哋禮拜堂呢處人數出席嘅人數比平時崇拜少咗好多。我記得我仲細嘅時候，當我仲係坐喺少年詩班嗰個位置嘅時候，喺宣道會良義學堂參與呢個嘅受難節嘅崇拜，嗰種嘅氣氛同今日好唔同。宣道會個舊堂嗰時個牆入邊嗰個內牆都未拆掉嘅。我記得當時我哋只係開牆壁嘅壁燈，連呢啲嘅光管都冇開，一種好比較暗少少。之後大家入到嚟好安靜，坐喺度默禱。詩班進場之後，主席開始。當時我哋都係唱宣道詩，都好熟悉嘅呢幾首。我哋頭先有唱詩班，有唱嘅宣道詩。但有一首詩歌咧，就唔係宣道詩嘅，就詩班進場嘅時候會唱嘅，就係十架為我。整個氣氛都將所有我哋無論係年紀大嘅，或者係好似我嗰時嘅少年人，都將我哋嚟到去向着主嗰個受難嚟到去默想。但慢慢隨着社會嘅發展，科技嘅發展，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嘅受難節聚會咧，冇咗嗰種好嚴肅、好沉落嚟嘅氣氛。有一啲嘅教會，就當你去到準備聚會時候，佢哋嘅大螢幕會播一啲嘅主受難嘅片段。聚會間中停落嚟，就係去有呢啲嘅片段嚟到去閃出嚟。但係會眾好多時候坐喺度，係變咗呢個嘅欣賞嘅人多於係一個參與聚會嘅人，好似喺度睇緊電影。今年總聯會揀嘅主題十架之愛，其實係非常之有意義。我唔知道今日十字架對於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係乜嘢嚟呢？今日好多時候十字架成為咗一個嘅裝飾品，有人掛喺頸上，有人掛喺耳邊。甚至好多時候，十字架被印喺啲嘅 T-shirt 上高，通街都睇到。而我哋堤岸啲區咧，你都成日都睇到一個10號、十字號，就係因為嗰啲救傷車、救急車，成日走嚟走去就會有嗰個十字嗰個嘅記號喺度。今日十字架普遍咗。所以咧，我哋有時候咧返到教會，覺得教會冇十字架就唔係教會啊！我唔知道咧，坐喺閣樓嘅弟兄姊妹，平時崇拜坐閣樓上，會唔會感覺到有壓力啊？因為我哋坐樓下咧，坐前啲咧就睇到一個十字架，坐後啲咧就可能睇到十字架個腳，
再後啲咧就睇唔到十字架。但喺樓上咧，大家數下有幾多個十字架對住你啊嗱？你係俾5個十字架環繞住你。嗱，好多時候我見到弟兄姊妹都仍然喺度崇拜就聽到就仍然撳緊電話，或者坐喺度傾偈，甚至更離譜就係打機。十字架好似已經唔係有任何嘅意義喺度啦。點解十字架會表達到愛呢？大家，如果我哋返到主耶穌嘅時代呢，逢係有羅馬人嘅地方，你都會好容易睇到呢個十字架。但係當人睇到呢個十字架所帶嚟嘅感覺就係恐懼。因為十字架係羅馬人最殘酷、最羞辱嘅一個嘅刑具。你喺十字架上，你生不如死。被釘喺十字架上嘅人，只希望自己能夠快快嘅死去啫。因為佢要受肉體上嘅痛楚，都要受心靈上嘅痛楚。我哋睇戲咧就已經叫係好好噶啦，點解咧？嗰啲被釘喺十字架上嘅人，仲有啲嘢遮住下半身，因為呢個冇辦法做到最真實。但喺事實上咧，被釘喺十字架上嘅人咧，就係赤裸，係咁全身冇一塊布嚟到去遮住。因為要嗰個人以一個最恥辱嘅方式嚟到去受呢個刑罰。十字架唔係你釘咗上去1個小時、半個小時就能夠死。如果我哋睇聖經，當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嘅時候，佢口乾嘅時候，有嗰啲兵丁用啲醋係嘛，幫佢抹下個嘴。點解用醋抹嘴？大家知唔知啊？因為人失血嘅時候咧，就會個感覺就會係個嘴乾噶嘛。用醋嚟刺激你嗰個嘅口水腺，有口水出嚟，咁咧你就唔會口乾，你條命就會拉多一人。而釘十字架，我哋話失血而死係主耶穌啫。仲有一般嗰啲被釘嘅人咧，佢失血唔多，點解啊？嗰啲個釘口個位唔係正要害，喺佢個手心係嘛？嗰個能夠負荷到身體嗰個重力嗰個位釘落去，就係嗰個釘位流血，但唔會中一啲嘅大動脈，所以佢個血量都少。加上冇幾耐嗰個位就會乾。會自動止血，因為個釘口啱好嗰個位，佢個身上只係2隻手被釘，同埋對腳被搭埋一齊嚟到釘落去啫。好多被掛喺十字架上嘅人，可能係要多1-2日先死。如果佢係嗰個較為身體健壯嘅人咧，可能拖到更耐。最恐怖係你想死唔去，你成個身體嘅重量俾身上嗰幾個口釘嘅位置扯住你，痛㗎。你一攰，你墜落嚟咧就好痛，你就要撐翻上去。但你撐翻上去又痛，你每個呼吸都痛，但又死唔去。嗰啲兵丁係喺度睇住你嘅，你想快啲死，佢又唔俾你快啲死，佢會揾辦法折磨到你慢慢死。當嗰個囚犯喺十字架上死完之後，又會點呢？條屍櫃繼續掛喺度，等佢開始腐爛，等嗰啲雀嚟到去啄，嚟到去食。
食晒為止，食到仲有骨係咁慢慢跌落嚟。咁之後個十字架先被解，即係嗰條乾絲或者嗰啲骨先被解落嚟。解咗落嚟之後點樣咧？當個十字架掹咗上嚟嘅時候咧，就嗰個裝十字架嗰個窿都有翻咁上下嘅深度，先可以樹立到嗰支十字架企得咁穩啊嘛。就嗰啲兵丁攞隻腳將你啲骨剩低個骨咁撥下撥下撥落嗰個窿度，之後幫你攞啲泥咁就㧬，你就喺正你被釘嗰個位置，你啲屍骨就喺度被埋葬。所以話十字架係一個當時羅馬殖民地嗰啲人好懼怕，猶太人好懼怕。但主耶穌佢就要去受呢個嘅苦刑。佢受呢個苦刑之前，佢仲被鞭打。一陣間成年詩班唱詩嘅時候，我哋會播翻呢個受難曲嗰套電影，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嗰一段。我呢兩日喺度執嗰段片嘅時候，我就被逼要睇嚟睇去，因為我要將一啲嘅唔重要嘅環節將佢刪除咗，等嗰段連接係咁。我睇好多次嗰啲兵丁點樣將個口釘落主個手，釘完一邊手，再拉直嗰邊手嚟到去釘完咗釘隻腳之後，將個十字架反翻轉嚟到喺等嗰個嘅釘穿咗過去嗰個十字架嗰個釘尾啊，要將佢嚟到去打成個勾，等係咩咧？等佢唔會甩翻出嚟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個人嘅重量可能會掹甩嗰兩支釘啊嘛。就嗰兩釘穿過個十字架，就係咁就將佢打成個勾，等佢勾住喺個十字架上。之後再反翻個十字架過嚟，先慢慢拉高個十字架。嗰套戲做得好真實，每一個環節，每一個行動做到好逼真。我第一次睇嘅時候，禁不了流眼淚。到而家睇嘅時候，都仍然心裏頭好難過。如果一個犯人因為佢所犯嘅罪而要受呢個刑罰，冇嘢好講。但主耶穌要受呢個刑罰，唔係因為佢有咩罪。大家記得當時審主耶穌嘅官比拉多講乜嘢啊？我審唔出呢個人有乜嘢罪。而主耶穌到最後佢被釘十字架嘅時候，佢個罪名係乜嘢啊？大家記唔記得主耶穌個罪名係乜嘢啊？猶太人個王，嗰個係乜嘢？係咪一個罪名咧？唔係啊，嗰個係一個事實嚟噶嘛。佢係彌賽亞啊嘛，佢唔單止係猶太人個王啊，佢係全世人個王添。但呢位個君王又要謙卑嚟到呢個世上，為我哋呢啲個罪人而受死。如果我哋睇翻羅馬書第5章第6節話，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第7節話，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從來冇人係為罪人死嘅，因為一個罪人佢要受刑罰受死係罪有應得。
所以聖經講咩啊？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呢個係講到當時，甚至去到今日嗰個情況。但係為罪人嚟到去死咧，由古至今只有主耶穌基督嚟到去做呢件事。佢唔係為一兩個罪人而死喎，係為全世人個罪而死。佢主耶穌嗰個嘅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將十字架一個本來人哋睇落去係好恐懼，睇落去係好可怕嘅一個刑具，但係因着主基督喺上高嚟到去受死，呢個十字架成為咗一個愛嘅記號。十字架呢個刑罰仍然喺主死後都存在，直到羅馬帝國沒落之後，先慢慢消失。主跟隨主嘅門徒，跟隨主嘅人都好多人被釘十字架而死。佢哋係因堅持自己嘅信仰而去殉道，佢哋並非係為罪人死，但唯有主呢個嘅犧牲，喺十字架上嘅犧牲，改變咗十字架嘅意義。今日喺邊度見到十字架？係就喺嗰度，人睇到愛。之前喺我哋越南咧，我哋見到醫院係咪有個紅十字喺度？但醫院我哋嗰時唔係粵文，唔係叫咩？唔係叫病院嘅，叫咩啊？nhà thương係咪啊？愛嘅家。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叫係nhà thương，叫係愛嘅家咧？因為大部分醫院都係一啲嘅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組織嚟到去開嘅。喺呢個嘅1900年代嗰個期間，因着呢個嘅唔同一啲大帝國嘅軍隊去到唔同嘅國家去打嘅時候，同樣有好多嘅宣教士就跟住佢哋個腳步去到呢啲比較落後嘅國家，就喺嗰度去將上帝嘅愛去分享。而其中一樣嘢，佢哋去到邊度都開嘅就係醫院。原本我哋越南當時咧係冇醫院嘅，係咪啊？喺封建朝代嗰啲係冇一啲係咁嘅地方，係俾啲病人能夠去留醫，去得到照顧。但因着呢啲嘅宣教士、醫生嚟到，慢慢建立咗呢啲嘅醫院，就喺嗰度嚟到去照顧病人。所以人去到嗰度咧，就感受到愛，所以就稱一個為愛之家。而呢個愛之家嗰個記號係乜嘢咧？紅十字。所以你喺回教國家，你睇唔到呢個紅十字噶喎。佢哋係拒絕呢個嘅記號啊嘛。有關主嘅記號，佢哋就用呢個嘅紅嘅半月形嘅月光取代。所以而家喺世界上有兩個相同嘅組織，但唔同名，一個叫係紅十字會，係世界普遍嘅有關醫療組織，但另外一個會叫咩咧？半紅月形會，就係回教國家嘅呢個醫療組織。但係咧，都俾我哋睇到一樣嘢，有紅十字會嘅地方，
就有愛。點解呢？紅十字會去到邊度都要嚟到去將嗰個愛擺喺頭嘅，服侍以愛嚟到服侍。但相反，回教國家呢，就唔係以愛行頭嘅，雖然佢哋都做同樣嘅嘢，但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套嘅標準，有分別階級，特別男性係優先，所以女性病嘅你去到嗰度，如果係冇晒床位，你就冇得瞓床。男嘅點樣都有床瞓。佢哋唔係講愛，佢哋講係權力，講地位。我哋見到呢啲嘅組織有十字架記號嘅組織，都係講愛。點解呢？由主耶穌呢度開始。所以我哋去睇到一點就話，主耶穌將呢個十字架嗰個意義完全嘅改變。十字架就彰顯主嘅愛。十字架就係要俾我哋睇到上帝愛我哋。喺第10節話，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借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借着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為樂。原來十字架除咗表達愛，仲係表達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話將我哋同上帝嗰個嘅隔膜嚟到咩啊？嚟到去合翻埋和好啊！大家記得主耶穌喺十字架斷氣嗰一刻，聖殿嘅幔子就裂開。好多時候我哋好少去留意呢一個細節。幔子裂開係咩意思呢？你諗下，當仲有聖殿，仲有呢個嘅至聖所嘅時候，你要祈禱，你要點樣祈禱啊？你可唔可以喺度跪喺度就祈禱得啊？你冇呢個祈禱嗰個嘅權柄喎，係咪啊？你要將你嘅禱告企喺聖殿嗰度，企喺聖所嗰個位置，你遠求最好。你想個祭司幫你入去禱告就咩咧？你要帶個祭牲嚟到去獻祭，獻祭完個祭司先入去幫你禱告。只有祭司先能夠代表我哋入去見上帝祈禱。如果呢個幔子唔裂開嘅話，我哋仲要係咁。我未想象到會點樣，可能我哋教會呢度都要整多個至聖所，有個幔子。咁啊，大家要同上帝求乜嘢，要講俾我聽。啊，唔知你要獻乜嘢啦？啊，攞美金啊，攞金條啊，咁啊嚟啊，或者而家你攞一桶嘅電油嚟，係嘛？咁之後啊，我入去同上帝祈禱。但係分分鐘我入咗去祈禱之後，你要拉我條屍出嚟㗎喎，係咪？之前嗰啲祭司入去祈禱，唔係入去祈禱就祈禱啊，仲要沖幾多次涼啊，成啊，仲要咧。如果佢心入邊出邊啊沖得乾淨，個心入邊唔乾淨嘅話咧，就點啊？入到去就上帝真係搞掂佢㗎喎。佢入去祈禱，出邊啲人唔聽見有個啷啷，佢嗰件衫要掛多幾個啷啷。啊！我而家我個鎖匙有個啷啷啊，師母就嫌我行上行落嘈，就沒收咗啦。咁啊，個祭司嗰啲啷啷有咩？就係要俾人知道佢祈禱佢都會喐噶嘛，係咪？知道佢仲在生。如果聽唔到佢啲啷啷咧，就咩？就喺隻腳度有綁條繩，要扯一扯下睇有冇反應。冇反應就咩啊？就交咗啊！又要拉翻佢條屍出嚟。即係我哋人同上帝未能和好嘅時候，原來好煩啊！主耶穌嚟到，佢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就將我哋同上帝嘅關係拉翻埋一齊。
所以呢度話，我們既借着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要借着他以神為樂。乜嘢叫以神為樂啊？即係你得與神和好之後，我哋就咩？翻上帝身邊啦，係咪？得翻上帝子女嘅名分啦。咁你有上帝做你嘅爸爸啦，你仲使唔使憂愁啊？你唔使憂愁，你就開始係享福。縱然我哋呢個喺世上嘅享福，我哋未知道係點樣一個享福，因為我哋人個享福，我哋諗個享福個觀念好簡單，冇病冇痛，平平安安就係享福。但喺上帝嗰個概念裏頭就唔同，我哋都同世人一樣，要面對生老病死，但我哋同佢有一樣嘢唔同，就係咩咧？我哋有上帝與我哋同在，上帝睇住我哋，所發生嘅事都有上帝嘅心意，我哋順服啫。喺任何嘅環境當中都能夠喜樂，所以我哋以神為樂。大家如果你睇真啲聖經咁啊，聖經成日同我哋講，我哋要與主一齊受苦添。但呢個受苦係咩啊？呢個受苦唔係話哇變咗我哋係信耶穌都咁痛苦。呢個受苦係叫我哋信心更加堅固，以致能夠跟隨主到底，將來得更大嘅賞賜。十字架因着有主耶穌就完全嘅改變。十字架因着有主耶穌就成為一個愛嘅記號。但最重要一點，請大家記得，上帝表達佢個愛唔係等我哋回應咗之後佢先表達，而聖經講明喺我哋做罪人嘅時候，上帝就向我哋彰顯咗一個。我哋今日最容易嚟到去感受到呢樣嘢。主耶穌喺我哋未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為我哋死。上帝呢份個愛就已經為我哋預備咗啦，擺喺我哋面前，只需要我哋接受，我哋就得着呢份個愛。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坐喺度嘅每一位，我哋都係已經接受咗呢份愛，都已經係與上帝和好嘅人。我只有一樣嘢去提醒大家，唔好讓呢份愛喺我哋生命裏頭淡化咗。今日現代人、現代嘅基督徒最容易為咗追求一啲短暫嘅嘢，我哋去忘記一啲永恆嘅嘢。我哋為咗追求一啲短暫嘅愛，我哋忘記咗上帝呢份永恆嘅愛，呢份偉大嘅愛。我哋為咗去追求咗一啲短暫嘅利益，我哋放棄上帝所俾我哋更大嘅福氣。我哋唔好等每一年到受難節，我哋先翻嚟去紀念主受難，而我哋要記得，我哋呢個生命啊，呢個與神和好嘅生命，能夠脫離呢個嘅永死嗰個刑罰，係用主耶穌嘅生命去換取嘅。上帝用呢份嘅大愛去愛我哋唔好去忘記。今日問我哋，你愛唔愛上帝？你實話愛，但你愛上帝有幾多呢？你願唔願意用你嘅生命嚟到去回應上帝嘅愛呢？可能聽到呢度，你就開始有啲要諗。我以為信耶穌淨係舉咗隻手做咗個祈禱就係信耶穌。我以為我信耶穌就係浸咗落個水禮池上返嚟就叫做信耶穌，但原來信耶穌咁麻煩，
要用我哋嘅生命去回應主嘅愛。唔好忘記主為我哋死嘅時候，佢冇任何嘅怨言，佢冇問我哋配唔配得。如果大家仲記得第一句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嘅第一句話係乜嘢？係一句充滿愛嘅一句話。父啊，赦免他們。佢指呢班釘去十字架嗰班人啊，嗰班喺度去譏笑佢嗰班人啊。主耶穌冇去責備佢哋，佢仍然講咩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大家諗下，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喺佢身邊有冇一啲至親至愛嘅人？透過佢講嘅話，我哋知道有最少有兩位，就係瑪利亞同埋約翰。但你去諗主耶穌被捉拿嘅時候啊，所有佢至親嗰啲門徒，12個門徒，有冇邊個喺佢身邊啊？加略人猶大就咩啊？賣佢嗰個啦，係咪？出賣佢嗰個啦。之後剩低嘅11個門徒點樣啊？走光晒。後來剩低個彼得，遠遠喺度跟住，係咪啊？跟下，跟到大祭司嗰度，坐喺個前院嗰度，人哋點火，坐下就點樣啊？人哋3次話：你係同佢一齊嘅，佢就咩啊？3次不認主。頭先我哋聽個詩歌，其實你讀路加福音啊，頭先我唱嗰段係按照路加福音個記載。當彼得3次唔認主嘅時候，雞就叫啦。而之後咧，主耶穌轉過嚟望佢，嗰一下好戲劇化噶。如果主耶穌轉過嚟望佢個眼神咧係咩咧？憎恨嘅話，就會點樣啊？彼得會好害怕。但如果主耶穌轉過嚟望彼得嗰個嘅眼神係充滿慈愛嘅話，就會點樣咧？彼得好痛苦啊！點解啊？當主耶穌望住佢，用一個充滿慈愛嘅眼光嚟到去望住佢嘅時候，佢就記起主耶穌所講嘅預言：雞叫以先，你3次不認我。之後彼得就走出去嚟到去痛哭，因為主喺嗰個時候毫無責備，仍然以慈愛嘅眼神嚟到去望住佢。但喺咁嘅環境，所有嘅門徒都離棄佢、出賣佢、唔認佢，嗰種嘅心情底下，再受肉體嗰個嘅痛苦，嗰種嘅愛仍然去表達出嚟。各位親愛弟兄姊妹，請不要忘記，唔好俾今日呢個社會、呢個花花世界嘅嘢嚟到去影響咗我哋對主嘅愛，或者我哋去淡化咗主對我哋嘅愛。每當你見到十字架，你會點樣呢？有時我哋成日講天主教徒，佢哋好迷信，或者佢哋敬拜偶像，但最少我見到一樣嘢，佢哋見到十字架，佢哋會點樣啊？佢哋會企喺度做佢哋嗰個天主教佢哋做嗰個嘅祈禱嘅記號。大家如果你留意天主教徒去到邊度，甚至
我哋呢度教堂，我哋重建咗之後咧，我哋上高個十字架就好大啦。咁我哋個門嗰度鐵門都有個十字架。有啲天主教徒真係行經過咧，見到十字架就即刻即係行路啦，走車啲就唔會啦。但行路啲經過真係企喺度，向住十字架就會鞠個躬之後就做佢哋嗰個祝聖嘅記號。但我哋基督徒有時咧，駝住掛住個十字架喺度咧，但自己仍然去做一啲主所不喜悅嘅事情。我哋仍然口可以講主所不喜悅嘅説話，我哋嘅頭腦仍然可以諗緊主所不喜悅嘅思想。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唔好一年一年嗰個嘅受難節又過去。我哋只係集中係點樣去舉辦受難節，之後點樣去迎接復活節，將佢變成一個節日。我哋呢個節日仍然係有屬靈嘅意義喺當中，係要去提醒我哋嘅，係提醒我哋自己。我哋唔好諗受難節、復活節係留俾親友，我哋要去傳福音，講俾佢聽，主耶穌為佢哋受苦受死。我哋自己要記得，要記住嗰樣嘢先。主係為邊個死啊？主係為我哋死，唔係淨係為嗰啲親友死。首先我哋要記得，主係為我哋死，所以我哋要為主而活。十字架就係表達咗主個愛。所以當我哋見到十字架嘅時候，係上帝去提醒我哋呢份嘅愛，以致我哋唔好忘記咗，我哋掛住為自己而活，而忘記咗我哋都要為主而活。喺今時今日，我哋好容易嚟到去放棄我哋嘅信仰，去追求別的事。但係我哋唔好忘記，上帝個愛就喺我哋未認識佢，仲係罪人嘅時候，仲活喺呢個絕望裏頭嘅時候，就向我哋彰顯咗。但願我哋去謹記，我哋係被愛，以致我哋都要去愛我哋嘅上帝，去用我哋嘅生命去回應佢呢份嘅愛。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求你嚟到去憐憫，求你去幫助，以致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願意嚟到去以愛還愛。因為十字架代表咗上帝對我哋人類嘅愛，十字架讓我哋睇到主基督無限嘅恩典，以至今日我哋都願意去背呢個十字架去跟從主，我哋願意放低我哋自己，願意放低我哋所追求嘅，而單單去追求主基督，去追求上帝所喜悅嘅生命，以致我哋唔好淡化咗上帝對我哋嘅愛，要我哋謹記，我哋係被愛，以致我哋要愛。求主幫助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繼續嚟到去努力，繼續嚟到去用我哋嘅生命去被主去使用。我哋感謝你，將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都嚟到去擺上，求上帝你去監察，去使用我哋，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夠被主嚟到去用，去影響更多嘅生命。我哋咁誠心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們。
着你的手，想到你的头，我总是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如今的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美满的温柔，让我时常看到你冰冷的手，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如今的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美满又温柔，让我时常看到你冰冷的手，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现今的山岭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成就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己宝贵生命。父啊，求你采撷我，我要奔走十字架路，不是谁神光宝贵生命，求你采撷我。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现今的山岭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成就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己宝贵生命。世界虽无力地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成就世间灵魂的十架，但愿
心，求你接纳这微小的我，献上我的爱心。喺主上十字架之前，佢設立咗聖餐。我哋而家一齊嚟到去讀主個話語，嚟到去紀念主設立聖餐。請大家打開馬太福音26章第26節到30節，我哋一齊讀呢一段經文。請讀：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掰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主耶穌喺用晚餐嘅時候，佢拎起餅嚟，佢祝謝咗就擘開。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哋而捨。你哋每逢食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主嘅身體點樣為我哋而捨呢？頭先我哋喺聽成年弟兄姊妹獻詩時候，我哋都睇咗啲段片。冇諗到我哋唱咁短啫，我預咗15分鐘。但我哋都睇咗頭嗰段。頭嗰段都係最令人心痛嗰一段，因為後邊就係主耶穌係被掛喺十字架上啫。主嘅身體就係為我哋，係咁就為我哋而捨。我揀受難曲，點解我唔揀其他片段？我揀翻受難曲咧？因為琴日有一段片比較短啲嘅，都係同樣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嗰個場景。但我嫌嗰個嘅做主耶穌嗰個嘅人物眼耳口鼻太齊整，身體太過乾淨，睇唔到傷痕，唔夠逼真。而喺我睇咁多嘅有關主耶穌受苦嘅片段當中，只有受難曲係相當逼真。頭先我哋睇嘅時候，主個身體都好似係咩啊？爛晒，被鞭打到爛晒。大家記得羅馬兵丁係用9尾鞭，每條鞭個尾都有個鐵鈎，一打落去嘅時候，啲鈎就咁插落肉，一拉開嗰個鞭嘅時候，血同肉就係咁飛出嚟。所以你望見後先，雖然係呢個係電影，但你望見係相當逼真。主個身體冇邊一忽係完整。佢個身體就係咁為我哋而捨，所以聖餐係要我哋記得主個身體，
因為我哋呢班罪人嘅緣故而捨去。之後主攞起杯嚟祝謝咗，就遞俾佢門徒講：呢個杯係用我個血所立個新約。點解用葡萄汁呢？葡萄汁紅色似血，等我哋去記得主為我哋所流出個血。主個血唔單止喺十字架嗰處流，主個血係由刑場，係被鞭打個刑場，一直流向呢個各各他嘅路上，由耶路撒冷城一路滴下滴下滴下，滴到呢個各各他個山上，去到十字架上，主身體嘅血冇幾多。我哋平時受傷流多少少血，我哋就咩？就話暈啊！有主個血，如果我哋去睇，你跟住去抹，跟住去計，佢由呢個嘅被審嘅地方去到各個他山上，佢跌咗幾多次？考古學家揾到一塊嘅布，係話當主耶穌跌低嘅時候，有一個小女子攞啲塊布嚟到去幫佢抹面，而呢塊布抹完面之後攞開嘅時候咧，就係主耶穌整個人嗰個面型咧，就喺塊布上高。咁考古學家話揾到啲塊布出嚟，都好大嘅爭議嘅，因為有人問抹面就唔會係咁成塊布咁抹噶嘛，係嘛？抹梗係要抹下抹下，我哋唔知道呢個嘅真實性有幾高。但如果話嗰塊布抹落去，嗰啲血就係咁跟住咁滲晒落去嗰塊布度，大家知道嗰個血量係幾多？主領嘅杯去預表，去為我哋人類所流個血立個新約。呢個新約係乜嘢約咧？就我哋信佢嘅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聖經講明，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有嘅祭牲攞到去祭壇上，要去獻祭之前，係要將所有嘅血放乾。而主耶穌同樣都係，佢用佢個血所立個新約係乜嘢意思咧？主喺十字架上嘅血乾未啊？大家乾晒啊！當兵丁見到佢死嘅時候，要知道佢係咪真係死，將支矛插喺佢個肋旁。血與水同流，意思講咩嘢咧？佢冇晒血啦，血已經放乾，就好似一隻祭牲要被獻祭。所以我哋守聖餐時候，就係俾我哋去思想到主嘅犧牲，意思提醒我哋唔好淡化咗呢份嘅愛。我哋要紀念呢份嘅愛，身體為我哋捨，血為我哋流嗰啲份嘅愛。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今日一齊嚟到去紀念主立聖餐嘅時候，我哋都要去一齊去反省，我哋有冇淡化咗上帝對我哋嘅愛呢？我哋跟隨主嘅日子，有冇幾時我哋冇去着重呢份嘅愛呢？我哋現在我哋一齊嚟到去省察禱告之後，我哋一齊守主餐。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賜下主耶穌基督
為我哋嘅罪嚟到去釘喺十字架上，好叫我哋願意相信嘅人得着赦免，得着拯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呢、個就係你用主耶穌個血所立嘅新約。求你幫助我哋，唔好去辜負你呢份嘅愛，唔好讓我哋得以與上帝和好，但我哋又去淡化咗呢份嘅愛。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願意按照上帝嘅指引，上帝所喜悅嘅心意而活，除去我哋心中嘅軟弱，幫助我哋離棄罪，以致我哋走喺呢個成聖嘅路上，係常討上帝嘅喜悅。我哋感謝你。我哋今晚喺呢個紀念主受苦嘅聚會當中，我哋一齊守聖餐嘅時候，求你用呢個餅、呢個杯去堅固我哋，使到我哋能夠去得勝所有嘅罪。我哋能夠靠主嚟到去堅持到底。我哋感謝主，誠心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請凡已經接受咗水禮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站立守主餐。請協助派餐嘅執事上前。喺主耶穌基督被賣嘅那一夜，主拎起餅嚟，祝謝咗，就擘開話：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哋而捨嘅，你哋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我哋喺領餐嘅時候，我哋唱宣道詩第262首 A 聖餐。我等不及在主面前，他來恭喜勝利，得賜精誠，只愛一言，乃要將主長記，因主捨身為我靈必，心中感謝不已，供應儲備，同交天地，如此將主長記。
請問有冇派留邊一位？我哋一齊以感恩嘅心嚟到去食餅紀念主。飯後主照樣拎起杯嚟話：呢個杯係用我個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逢飲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我哋繼續唱第4節。主定是家，我们是上，主我在主流的上帝羔羊，为我献上的灵藏主切记。我念主，我念主的，念主爱我自己，上有呼吸，上有血脉，我就将主荣记。在这里中不能说话，念主人让呼吸，主在场里，中天的下，恳求一家我听。請問有冇派留邊一位？我哋一齊嚟到去以感恩嘅心嚟到去飲杯紀念主。我哋再次低頭祈禱，感謝上帝，讓我哋今晚能夠站立喺你面前，我哋一齊嚟到去用主餐，我哋一齊去紀念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而受嘅痛苦。求你讓我哋唔單止係喺頭腦上嘅紀念，而係喺我哋嘅每日嘅生命當中，我哋要用我哋嘅行動嚟到去表達出我哋呢份嘅信心，以致我哋願意以我哋嘅生命去回應上帝你嘅愛，或者去繼續去堅固我哋，去使用我哋，叫我哋能夠成為主手中合用嘅器皿，將福音傳揚，令更多人認識你。我哋感謝主，求主建立我哋生命堂呢個大家庭，讓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喺你個愛中繼續嚟到去成長。我哋咁誠心仰望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之名，阿們。請回中座。
現在係報告。本主日4月5號上午7點半有主日學合班慶祝主復活，請成年都參加。7點半我哋有成年獻詩喺主學嗰度。9點半崇拜慶祝，下午3點正有福音報道會，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幫埋邀請親友朋友參加。特別我哋為呢個報道祈禱，為講員牧師永靈敦，亦都為我哋個親友，為負責節目嘅弟兄姊妹代禱。多謝各位，請大家起立，我哋唱三一頌。大家同頌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請李牧師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引領、安慰，常與眾弟兄姊妹以及弟兄姊妹親愛家人同在，幫助我哋上紀念主為我哋嘅受苦，上帝對我哋嘅大愛，以致我哋忠心跟隨主、服侍主，從今時直到主耶穌基督再臨。阿們。請佢哋仍然站立，唱聚會散離，請詩班先退。現在係散會，大家彼此問安，請坐。